大家平安。今天我们4月7号的在家会主，我们要来读以赛亚书2章1到22节，为生命除偶像。我们先来看金句：日子将到，人的骄傲要被制止，人的自大要破灭，只有上主受尊崇。以赛亚书2章11节。经文的摘要提到末后的荣耀，还有末后的审判。论到对犹大的启示，从第2章到第4章为止，关于犹大的预言。论到上帝的赐福如何临到耶路撒冷，使人渴慕向往。那先知以赛亚就呼吁百姓，要面对光明荣耀的前景，上帝的子民就应当要努力往前发展。可惜我们看到百姓就自甘堕落，使人失望。上帝所应许给他们的，却他们所行出来的并不相称。先知指出末后的荣耀，许多人要登耶和华的山，就是到耶路撒冷去敬拜上帝，领受他的教导。那上帝救赎的旨意必会成就，他要使救恩出于犹大，所以耶路撒冷要成为万国敬拜的中心。但这不是从政治或者是地理形势来看，而是从属灵的角度来看。耶稣曾说他要建立在地上属灵的国度，以爱、和平、公义来统治，因为他是和平的君王，他的国度要不断的扩展。因为在耶稣给门徒的大使命当中提到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，要从耶路撒冷、犹太、全地、撒玛利亚直到地极来为主做见证。那先知也预言末后的审判，上帝的威荣要带来审判，所以以色列人要当心，他们所倚靠的迷信与外国的结盟、财富、武器、偶像和狂妄自大，有一天都会变为空虚无用。那到那日呢，唯有耶和华上帝要被尊崇。如果我们看到这异象，今天怎么能不行在上帝的光中？怎么不在上帝的荣耀当中来行走呢？默想，如果上帝让你看到末后的异象，你会不会更警醒，然后在上帝的光明中来行走呢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但愿那末后的荣耀盼望充满在我的心，使我能够更近前行走在天父上帝光明当中，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人。祷告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祝大家有美好的一天，上帝的恩典充满你。